2030年世界博览会会伫倒一个国家举办？即马投票结果出来啊！落尾是沙特阿拉伯嘅利雅得拍败韩国嘅富山，也佫有意大利嘅罗马摕到主办权。沙特阿拉伯即几档是为着要改变因国家形象，直直咧争取一寡办国际大型嘅活动，亲像2034年世界杯骹球比赛嘛是伫即个国家举办。伫巴黎得到压倒性通过决选的消息传过来，利雅得半暝的空中是开始放庆祝的烟火，当地民众有的摕手机啊，要记录公园的这个时阵，有的去街仔都会国旗。يعني احنا متعودين على استضافة العالم في الحج كل سنة يعني ومتعودين ولكن كاكسبو يعني كاكسبو مهرجان ثقافي استضافة ثقافية كاكسبو شيء مختلف。即摆抢2030世博的主办权是对2022年开始，一开始有5个候选城市是表态参加，除了上尾决选的3个，另外2个一个是罗西亚的莫斯科和乌克兰的敖德萨。伫2022年2月后半个月，这波俄罗战争爆发，罗西亚伫5月是自动撤回申请，另外一个交战国乌克兰是伫2023年的6月，互 BIE 以面对战乱为理由甲推掉。沙特是正积极在准备2030年的世博会和2034年的世界杯脚球赛，特别来2025年日本大阪的世博会是传出预算大大增加的状况。根据当家新闻的报道，迄当阵申办的预算是1250亿入票，但是因为物价一直起，预算是增加到2350亿，但是用新的数字佫增加到3187亿，其中政府出钱的部分是超过一半，引起在野党强烈不满，要求原电内阁爱讲清楚。不过，执政党认为讲，日本做地主国主办大阪世博会绝对袂当失败，需要朝野做伙来支持。公司新闻，七家人朋友。